位於深圳市羅湖歐，是深圳歷史最悠久、最具代表性的商業街歐之一，被譽為深圳的根。我們先逛一下鞋城，這裡都是批發檔口，價格比正常門店價格都倍優惠，而且款式也很多，穿起來超級舒服，不比品牌的鞋子差，很多經典款式百搭不挑。鞋子繼續逛一下衣服，東門白馬服裝批發市場相對於南油市場和筍崗同樣的款式價格相對要便宜點，各種時下潮流的穿搭，慵懶風、辣妹風、通勤風，在這裡都能找到。嗰度買了6件，花了300多，輕鬆拿下。